请你将手机、关机也是震动，请作业。
持咱同心来祈祷。慈悲疼痛的天父上帝，阮的主，阮感谢你，阿罗你，感谢你疼阮，照着耶稣基督十字架的疼，诚做救赎的光，帮助阮胜过黑暗。恳求你圣神带领阮的教会，会当诚做基督，伫台湾社会诚做不茫的记号。求主上帝帮助阮，保持警醒，随时备办为主做见证。求主圣神帮助阮，伫人生的经验中，搁较知影你的心意，分对你的真理，专心追求你的恩赐。感谢你对阮妇女的拣选甲重视，阮要一生领受你所赏赐的疼甲能力，诚做你合用的器具，来应当你的名。今仔日是妇女主日，特别感谢主你引带阮甲阮的会长，带领阮齐齐妇女同工同心合意来服侍敬拜阿罗主。阮求主上帝，你带领赏赐阮一位适合阮的牧者，来养饲阮桃园教会的羊群，互阮桃园教会更加兴旺，将福音传出去。求主上帝，你赐阮能力甲智慧，阮将正义传导，入去荒漠的讲道，头前的道路，拢要求主你信心来引带、保守、看顾。全能的天父上帝，求你怜悯世界各国受到疫情的影响，会当紧紧恢复正常的生活。无论伫疼当中、袂疼当中，也是代志颠簸的，袂当来做礼拜的，求主你的平安甲喜乐永远甲因相同在。即时要将今仔日礼拜头至尾，全部要仰望交托伫主上帝你的手中。阮安尼感谢恳求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尊名求，阿门。这是要来共读今仔日的圣经在，请闭会前面。来看上帝的话，记载伫帖撒罗尼迦前书3章6节至13节。帖撒罗尼迦前书第3章6节到13节。总是当提摩太对恁遐来到阮遮，将恁的信甲疼的好消息报阮知，佮讲起恁常常笑脸阮，心无要记着阮。亲像阮爱见着恁一样，所以兄弟啊，阮伫一切分别患难的中间，对恁的信为着恁受安慰，因为恁若徛在主，阮就活。阮伫咱的上帝的面前，为着恁真欢喜。阮为着这个一切欢喜，会用啥物来感谢？为着恁报答上帝啊，阮每日切切祈祷，爱见着恁的面，来补满恁的信所无够。愿咱的爸上帝，甲咱的主耶稣，引带阮平坦的路就近恁，也愿主互恁三疼，雪疼正人有法充满，亲像阮在疼恁。直到坚固恁的心正性，无通嫌。伫咱的爸上帝的面前，伫咱的主耶稣甲伊拢总的圣徒搁来时，愿上帝祝福听伊的话搁去行的人。下落要请妇女团体来献诗，今仔要献的诗歌是《月》甲《活出爱》，请妇女团体。
仔日是总会所定的妇女事工纪念主日。我想咱拢知影这个原因，因为3月8号过去咱拢讲3·8妇女节，所以但是今仔日特别是今仔日的广告，其实咱也会注意今仔日的广告，今仔日拢改做女神节，即摆叫做女神啊女神点解咱会感觉真奇怪妇女事工纪念主日太无兄弟事工纪念主日，这表示啥物货？有这个主日伫的，就表示过去兄弟甲妇女中间伫社会顶头的重量无啥共款，伫人眼中看重的分量嘛无啥共款。因为安尼，咱需要有妇女事工纪念主日，特别来纪念咱的姊妹，伫咱的家庭，伫咱的社会，伫咱整个这个社会结构内底，因过去所受的委屈，实际上到今仔日也共款，咱拢小可，咱应该会当小可感受到，一个姊妹甲一个兄弟，若伫公司共一个年资，因所领的薪水有可能无啥共款。不过，这要看公司，甲迄个产业，因为安尼，咱搁较侪忽略一个妇女姊妹伫家庭，甲伫过去中间，伫咱中间的迄款受委屈的过程。不过，今仔台湾的妇女其实已经受看到，所以我毋茫有一天，咱会当将即日取消，因为咱拢平等。所以我要邀请你边仔的人，特别是边仔的迄位姊妹讲，你辛苦啊！你辛苦你辛苦啊！辛苦你，辛苦你。愿上帝祝福恁在，甲咱做伙伫咧，咱做伙来祈祷。主求你帮助阮开阮的耳孔，听见，伫今仔日你要用阮所讲的话语。阮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主耶稣捌伫山顶宝训内底，咱通常拢讲伊叫做山上宝训。上尾后有讲一个真具体的譬如，所以我的代志也是你要帮我试，我代志啊马太福音第7章24到25节，咱做伙来读看卖后，读看卖试，读看卖来，做伙来读来。所以，伊若听我这话来行的，要批评知识的人，去伊的厝伫石盘顶，雨落大水到，风吹冲着迄间厝也无倒，因为地基伫石盘顶。基督徒的生活其实就亲像在起厝，教会也共款。咱拢透过每一天、每一个礼拜，咱拢咧起做形成咱的生活，以及教会。因为安尼要怎样来徛在？要怎样来徛在？教会要哪徛会稳定的？根基就需要伫石盘顶，就亲像主耶稣所讲的，基督徒的生活爱徛在教会，就爱亲像教会。基督徒嘛共款，咱爱徛在，特别是起坐伫耶稣基督这个石盘顶。那安尼要安怎做？主耶稣已经甲咱讲啊。听我这话来行的人，听我听伊的话，照伊的话去做，就这么简单。所以听见主的话，心内底想，照伊的话去行，这就叫做信心。所以信是啥物货？信毋是听
听了，就准拄线咧。保罗主耶稣并无安尼对咱讲哦，信是啥物货？信是我听见，我甲伊心内底想咧，想想了，我愿意照安尼去行。这叫做信。第二，免仔听会知，嘛是照主耶稣所讲的。主耶稣讲，咱着怎样互别人认出咱是伊的学生？咱爱怎样做？咱爱彼此相听。所以伫教会内底，教会就是组织有信心做伙相听的一群人，徛在伫伊的话内底，照伊的话来行，这就是教会本质。互人会当认出咱是伊的学生，只有一项，就是透过咱的相听。这就是基督徒甲教会靠主徛在的秘诀。亲爱兄弟姊妹，我可能讲了，今仔讲就讲了。爱有信，爱有听。亲爱兄弟姊妹，讲起来简单，做起来困难。就亲像帖撒罗尼迦教会，因接纳对腓立比走来的保罗即群人，毋但接纳因，阁接受因所传的福音。咱会知影这真无简单的一项代志呢。是安怎？保罗伫腓立比受关卡呢？受关卡，因阁伫关卡内底伫遐吟诗而乐。结果关卡出来了后，迄个上帝互迄个门大开，高手的人惊一条，用要自杀的。所以保罗因被逼爱离开腓立比，来到帖撒罗尼迦。结果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人接纳因，并且阁较接受因的福音，总是因所传的福音嘛带来因的危机。保罗这群人伫帖撒罗尼迦教会这个所在，受到严重的指控，因指控保罗这群人因违背皇帝犯叛国罪，伫完全无想到的情形内底，被逼爱离开这座城市甲这间教会。亲爱兄弟姊妹，假使咱若是保罗，当咱离开了后，咱会安怎想？咱袂顾虑这个城市啊，总是咱会顾虑这群人。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人，因毋知怎样，因为安尼，阁无亲像过去，阁无亲像保罗时代，阁无亲像今仔日讲有手机啊，咱若有手机啊，阁有网络。咱敲一个电话关心美国，咱所听的人，咱的亲人，就是在出外的人，咱会当关心伊，阁会当看到伊。无，你当时无，因为安尼，因就派上少年的提摩太，转去看因。因为安尼，咱才会伫今仔日咱所读到的圣经内底，读到保罗安尼写。保罗写讲。帖撒罗尼迦前书第3章第6节，咱做伙来读这段经节来。总是当提摩太对因兄来到阮遮，将恁的信甲听的好消息报阮知，佮讲起恁常常少年阮，羡慕要见着阮，亲像阮爱见着恁一样。亲爱兄弟姊妹，这个翻译无翻译出拄刚刚迄个时态迄个原文的时态，换一句话来讲，这张批就是保罗听到提摩太拄写转来台湾报恁的好消息了后，保罗提笔倒来写落来。伊真个听到这个消息，马上提笔写落来，互帖撒罗尼迦教会，因为安尼刷落去，保罗才会安尼写讲。咱做伙来读这段经节来，
所以兄弟啊，阮伫一切分别患难的中间，对恁的心为着恁受安慰，因为恁若徛在伫主，阮就我。亲爱的兄弟姊妹，免啊证明咱徛在伫主，嘛都证明的。检采我有通伫，有法度伫讲台顶讲，咱爱对上帝有信心，咱爱彼此相疼。那安尼，亲爱的兄弟姊妹，什么时阵才会当显出咱对主有信心嘛？什么时阵才会当显出咱彼此相疼？迄毋是我伫遮用喙齿讲会了，但毋是咧，毋是我伫遮用喙齿我都讲得出来。迄就亲像主耶稣伫譬如内底安尼讲，伊讲啥物话？主耶稣讲，主耶稣讲，雨落大水到风吹。什么时阵要落雨，咱毋知对无？毋知。什么时阵大水要来，咱毋知；什么时阵风咧吹，咱毋知。总是当正的来到即间厝的时阵，即间厝无倒，那安尼就证明即间厝徛在对无？对吧？吼，人的心甲彼此相疼嘛共款呢。咱的心甲咱彼此的相疼嘛共款。因为安尼，保罗才会对帖撒罗尼迦教会即群初信的群体、初信的信徒，讲当恁起着对上帝的委身甲信任，以及兄弟姊妹中间迄款的团契甲疼。当恁起着恁喙讲，总是迄个大水来的时阵。就是恁的牧者受困逼、被迫爱离开恁，就是恁拄着当地政府甲边仔犹太人的压力，恁伫迫害、苦难的内底坚持落来。这就是保罗伫即条花顶头安尼激动，其实咱来读着伊真激动咧写，伊讲。恁若徛在，阮就我；恁若徛在，阮就我。阮到今所受的困难，拢有价值啦。今年是英国长老教会第一位派伫台湾的宣教师马雅各医生过身100天，随上拄好伫昨昏。因为伊是1921年3月6号过身的，今仔日是3月7号对无？拄100天，拄好100天今仔日，所以特别最近伫台湾、伫台南，或是伫台北，其实拢有举办真侪活动咧纪念伊。主后1965年6月16号，伊伫当时的府城。大西门下看西街，一个英国的官员租一间厝，头前做礼拜堂，后壁做医生馆。这是台湾第一间西方医生馆。当然，一方面伊是医生，伊毋是牧师哦，伊是医生，伊有专业。总是更较要紧的是，伊所做的就是咧学。找伊的主所做的，主耶稣做啥物货？主耶稣伫传福音的过程内底，伊一边医病赶鬼，一边传福音。因为安尼，伊伫遮所做，拄拄就是学伊的主，听伊的主，找歹伊的主。根据当时海关的官员毕奇林，伊写一本册。写着，伊讲当时马雅各医生已经使用奎宁，真歹势，我无法度翻译做台语吼，奎宁的即种药物来医治人。相时，
伊阁用白内障甲切除肾结石即款的外科手术，完成真侪当时台湾人无法度想象神奇的手术。因为安尼无偌久，马甲国医生的即间医生馆就去，因为即间医生馆一开始无收钱啊。我感觉另外一方面是安尼吼，一开始拢免费的，所以去因台湾哦，全台湾的人拢来，医袂好的拢来找伊啦。医袂好拢来找伊，总是也引起本地汉医的反对甲对立。因透过散布谣言，误导人讲啊，这个红毛医生吼害人啦，头壳将你的头壳啊挖出来，挖你的目睭啦，做迄个鸦片啊。直到当时这个宣教团队、宣教所团队所去的所在，有人开始用石头咧牵因啦，有人伫迄个街头就骂因、爱因、转去因兜啦，甚至上尾更较过分的是，有人讲来放火来烧，这个官员也不管，直到头一回，伫台南府城的宣教只有6礼拜，这个团队就换去打狗，打狗伫倒？咱知打狗就是高雄，今仔日高雄。此后，1876年7月1号，隔在一当所出刊的英国长老教会机关报，叫做《书信》，刊出马雅各亲身所写的一篇文章。伊伫迄个文章顶头，安尼回忆伊过去所经历的即段过程，伊安尼写，伊讲想起来。这嘛是上帝的旨意啊！这嘛是上帝美好的旨意啊！想起来，只会当学了伊的计划是遐尼好，遐尼水。当时若留伫府城，可能因为要看上侪病人，颠倒忽略伊所来到台湾的使命。打到今仔日的高雄，已经比台南搁较大。毋知几倍，总是当时的打狗只有3000人。咱知影150几年前、50-60年前的府城偌侪人？7万人。打狗当时才3000人，所以伊伫迄个文章安尼写讲，来到打狗一款的装，我看病人毋捌，互我无用袂过来。做宣教师，我嘛会当成长，对患者也会当有更较长的时间来照顾伊的身体甲心灵，嘛更较有时间来计划刷落来的计划。所以来到打狗，为着要推展将来工课上好的份的机会，这是上帝的心意。亲爱兄弟姊妹，这叫做传福音的人，传福音的人。会拄着反对，甚至会陷落伫困苦患难的内底。就亲像保罗所讲的，保罗伫帖撒罗尼迦前书第3章第3节安尼讲：来做伙读看卖来，免你有人互遐的患难所摇动，因为恁家己知，咱拄着这是本定着地，本定着地。伫和合本的翻译，大家翻译做命定，所以真侪人有误解。随上这也真侪今仔日，我毋知影咱若拍开电视吼，看到偌侪牧师拢讲命定。咱爱了解圣经内底完全无即种命中注定的即种字词啊，完全无啊，请毋通互即个名词所限定，因为保罗原文即句话讲，阮
就是为着这来受设立。设立才是即句话原本的意思。换即句话来讲，保罗咧对咱讲啥物话？透过即句话，保罗咧对咱讲，阮设立诚做使徒，诚做一个传福音的人的目的，就包括为福音的缘故受苦。虽上即句话嘛咧指帖撒罗尼迦教会兄弟姊妹，伊嘛咧对因讲基督相信基督的学生，基督的信徒受到诚做圣徒的目的，就包括为福音来受苦。这就亲像马可哥医生，我相信马可哥医生伫当时在去到传福音的时阵真受欢迎，逐个人拢要找伊医治。总是伊后来被迫爱离开府城，当时伊也毋知影为虾米，总是一个时间久长了后，伊就了解，原来这是上帝美好的旨意。因为安尼，亲爱兄弟姊妹，相信的信仰内底，我要逐大讲，咱必然会拄着的苦难。保罗借用希腊罗马文化内底甲朋友同死同活的即种形容词，来形容伊即时的快乐。然后，所以伊讲，恁若徛在我就活，这其实是用当时的话讲的。总是迄个话，保罗将即款的欢喜换做后来为因的祈祷。伊刷落去安尼为因祈祷。帖撒罗尼迦前书第3章11节，做伙来读看卖啊，做伙来读来。愿咱的父上帝，甲咱的主耶稣，因带阮病榻的路就近恁。有可能保罗伫结束帖撒罗尼迦，可能伫即个官员在位的时间拢无法度等伊，因为安尼保罗讲，若安尼我要求恁，因为阮想念恁，阮实在想要见恁。若安尼，愿咱的主会当铺一条路，虽然即时我都看着恁，求主开路，互咱搁相见。刷落来安尼祈祷，帖撒罗尼迦前书第3章12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来。也愿主互恁三听，煞听众人一发充满，亲像阮的听恁。保罗敏感感受到真正的信心甲苦难分袂清楚，分袂开，然后要怎样互咱经过这个苦难，需要彼此相听的方式，互咱徛在。C.S. 路易斯安尼写，伊写一本册，然后顶头安尼讲，伊讲我无确定上帝是毋是爱咱活了真快乐。总是我知影，伊毋愿咱疼人，以及互人所疼。总是咱着亲像袂大汉的囡仔，掠做倒踏有佚佗物仔就快乐。掠做咱所伫地的所在，因而是咱的全部的世界。所以一定有啥物物件将咱赶离遐。爱咱去进入其他的人的世界，以及去看外口的世界，然后即款的物件就叫做苦难。真侪基督徒甲牧师惊咱拢知影所有的代志，包括即个世间人会拄着的苦难的问题。我到今仔日已经做传教者20天，我去过真侪病院。我上惊一种真热心的基督徒，即种热心的基督徒是去到病院的病床边仔，也袂好好听即个病人的故事，也袂关心伊，就开始一直讲啥？上帝必然会医治你，只要你求，伊会为你开门。然后
硬要爱别人接受伊为伊祈祷。亲爱的兄弟姊妹，这就是今仔日真侪人对基督徒反感的原因。咱热心传福音无毋对，总是咱免啊关心人，免啊疼人，毋是硬读互伊，然后硬了解爱人接受咱的心意。我要逐大家讲，啥物话叫做福音？有可能咱只要去听伊的故事，看伊，甚至来揽一下，安尼就叫做福音。亲爱的兄弟姊妹，咱确实会问上帝，上帝啊，是安怎人会受苦？就亲像最近我伫中立教会开查经班上的学生咧讲啊，牧师咱来读约伯记，我讲袂使，稍等。总是世间上发生侪苦难，咱拢应该承认，咱毋知。咱这个有限有侪人真正毋知。克雷格这位牧师伫伊的册顶头安尼写，伊讲伊有一个查某囝，曼丽，当伊11岁时阵生得水阁好看，然后伊开始有机会去做见证。上帝亲像伫伊的头前为伊开真侪门，总是就伫迄当，伊却发现伊性命、伊的身体顶头得到一种真罕见，叫做单核白血球症，真罕见的病。这只是起头，后来有侪并发症伫伊的身躯顶头。伊讲，伊当时的心情是安尼。亲像前一分钟伫山顶，查某囝大汉啊，下一分钟落落去山骹。克雷格牧师伫伊的册安尼写，伊讲，我的查某囝曼迪，伊的信心无摇动，总是我这个做牧师的老爸，就真歹甲上帝讲话。咱也知影一个牧师啦，毋知影要怎甲上帝讲话吼。已经真危险啊，对无？伊讲伊毋知影要安怎甲上帝讲话，总是对迄个时阵开始，老人去经历信仰顶头真歹描述出来迄款的征战，我会当真耐心听伊讲了。当我对话的对象，因无认同上帝的存在，或是上帝真好的时，我的分享嘛甲过去无共款。我一冬比一冬更加成熟，我会晓袂强迫人接受我的信仰，袂坚持对方爱讲甲我共款的话，然后我学着我应该做，就是学亲像耶稣，主耶稣用关心。提出挑战，接纳、赦免。亲爱的兄弟姊妹，有当时啊艰苦来时，咱会亲像叫拍倒在地共款。伫咱掠做咱真牛、咱真稳定的战场顶头，失败落来，咱毋知要安怎。迄就亲像主耶稣。拄着一个带囡仔四界求讨爱伊的囡仔会当医好的迄个老爸，马可福音第9章23-29、24就讲起这个老爸甲主耶稣的对话。咱做伙来读看卖，咱做伙来读下来。耶稣甲伊讲，怎样讲？你若话啊，有信的人，逐项拢话。囡仔的老爸念以后就讲，我信啊。我所信无够，你要帮助我。这是句的翻译，和合本叫做“我信，但我信不足”。我毋知影咱知了解即句话，即句话其实真出名。事实上，亲爱的兄弟姊妹，我要甲大家讲，原文是我信，我也毋信。所以2010年的和合本翻译更较准。原文叫做“我信，我
我也毋信。亲爱兄弟姊妹，咱拢亲像即个老爸啊，咱信，总是咱也无信啊。咱有可能来到遮，即2点钟吼信心十足，歹势哦，你行出去，面对这个世界，凊彩拄着一个人来讲，你是基督徒吗？你迄时阵就，咱拢亲像即个老爸的款式。因为安尼，这才是这个老爸伫这个对话内底上要紧的一个求讨。这个老爸求讨主耶稣讲：主啊，我毋信的时，求你帮助我。当我对你失去信心的时阵，求你帮助我。咱拢真正需要求主帮助咱。才会当互咱经过，伫咱即个世间所经过迄款苦难的时阵，通互咱伫伊面前徛会牢。就亲像保罗所讲的，透过相疼甲疼正人的心，咱才有法度经历对苦难伫伊面前徛会牢。上尾保罗为因祈祷，保罗安尼为因祈祷讲。咱做伙来读13节，上尾啊，这段经节上尾啊下一段，做伙来读。地教经过恁的心诚实，无通嫌，伫咱的悲伤的面前，伫咱的主耶稣甲伊隆重的圣徒搁来的时，真侪人掠做马介牧师伊的座右铭，叫做宁愿烧尽，毋愿受坏。我相信咱真侪人拢有这个印象。随上我要逐大讲，即句话是出对1908年港仔台中乐教会记录的期刊内底一篇文章。这篇文章的作者用即句话来形容马介牧师的一生。换一句话来讲，即句话完全毋是马介牧师所写，就是伊的座右铭。伊的名言，伊藏伫心内底，一生掠即句话，毋是叫做宁愿烧尽，不愿受坏。因为1908年，这作者写的时阵，马介牧师已经过身啊。马介牧师伫1901年已经过身啊。所以根据马介的书信研究者林昌华牧师伊安尼所写，伊讲，若要讲马介牧师的名言，伊激励家己的，只有一句话，叫做“一切为基督”，拢是为基督。当马介面对服侍的困境，就是困难，伊要进入迄个真危险的所在的时阵，马介拢伫伊的日记顶头，只有短短写这段话 ：“All for Christ。”亲像1885年12月24号伫新店，迄天落大雨，马介游环世界去探访。伫迄个日记内底，伊安尼写：拢是为基督，毋是为钱，也毋是为名声。亲爱的兄弟姊妹，马介牧师当时伫台湾旅行报道，今仔日我相信无几个人约会着，因为现代人流行环岛。前无偌久，阁有人对台北骑脚踏车去到高雄，总是马介伫台湾服侍30天，咱爱了解伊的行程。伊对淡水行到苗栗51届，对淡水行到宜兰19届，对淡水行到台南7摆，毋是坐高铁哦，毋是坐今仔日讲2点钟会到的高铁哦。咱爱知影，一行拢爱几若礼拜哦，几若个月哦。因为安尼，用现代人的眼光来看，马介牧师亲像毋知得着迄个行路的强迫症共款，一定爱一直行，催逼伊一直向前行，去传扬福音。迄款的咱是对倒来，
是在你伊心内明白，会当互伊伫上帝面前徛会牢，真性无通嫌，毋是对人的恶乐，毋是去做偌济间教会，是一切为基督的心。我头前阁有真侪还未听过主的福音，还未领受着主的疼的人，我才会当放弃无向前行。当约书亚要带以色列百姓入迦南的时，上帝安尼对伊讲：咱做伙来读这段经节来。我惊无凭的你嘛，你着勇敢壮大，无你惊，也无你论，因为你无论倒落去，耶和华你的上帝要甲你伫地。咱读着这段话，一定爱反面来读，因为读圣经。我的老师甲我教讲，当有人来讲你着勇敢哦，表示啥物货？你会惊啦。上帝当毋知影约书亚咧惊，知。上帝知影伊惊，因为伊知影，因为约书亚要带即群百姓过去因的前辈、因的老爸、因的兄弟，捌举石头要来浸死。咱拢知影这个故事。伊要带即群以色列百姓，是安尼的百姓呢？约书亚敢袂惊？真惊！总是约书亚知影，互上帝甲伊伫地，伊就会当勇敢壮大。亲爱兄弟姊妹，上帝要伫咱头前行的遐个路里。是检菜咱会拄着苦难，是检菜咱会拄着困逼，总是伊要甲咱做伙伫地，这也就是咱徛会牢的原因。咱做伙来祈祷，主求你怜悯阮这个有限有罪的人。这个时阵我毋知阮咧讲啥，因为阮对你搁信嘛无信。求上帝帮助阮，互阮知影，阮会当徛伫你面前，勇敢壮大。直到你过来时，阮通伫你面前胜无通欠。阮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
来奉献，请林丽玉姐妹、邱美玉姐妹。奉献的名册，若是有顶代的，去甲中级，也是到办公室来了解。第5面消息报告，本主日咱伫下暝12点，要伫咱4楼，咱的胡夫人牧师要甲咱做特会，造就特会，你伫家做。
主任，为着得胜者主任，请这事工来关心监督。中昼12点，伫9楼主任学教室召开主任学会议，请各级班级老师甲行政同工出席。教会消息：3月28日要请陈尚仁牧师已经台湾新学院的院长，要来到咱本会正道分享读经甲祈祷。礼拜了后，接续有专题分享，请大家踊跃参加。少年团体后礼拜三3月7日起9点半报道，会互咱实体聚会，彼此意面关心，联谊分享，请踊跃出席。若是有疫情，再去通知。教育部奖学金审查委员会公告，规今仔日开始接受109名第一学期的励学金申请，伫3月14中到12点截止。请要申请的同学，伫遮的时间也是去摕你的学校的成绩单影印申请表，甲咱刷读记录甲复习表，也是所持的周报，交互班老师、主任、团体辅导，也是6楼办公室。入学金申请办法，请你看4楼的公布栏。教界消息：亲职中会上年部定伫3月25拜四上午10点，要伫中立教会举办北区上年专题讲座，讲题是核能与生活，报名费100块。若有要参加的，请蔡素莲姊妹，也是简秀柱技术来缴费报名。亲职中会教育部教会领袖同工培训的课程，请看4楼的公布栏。时间是拜六8点45分到12点，8点半报，费用200块，现场交费，还佫有中昼。报名费1000块。全部参加是报名费1000块，有优惠200块。请看4楼公布栏。其他消息：桃园桃储蓄合作社，请你伫等下会联会了后，再来召开，伫701教室来召开，请李干事出席参加。这是咱要来举行3月份的庆生会，我来唱名，叫着请你来头前接受大家的祝福。林张茂、戴秋美玉、陈碧莲、陈光勋、苏丽美、吴传新、张玉燕、许荷兰、林春美、彭家福、张春燕、李明霞、徐林、
亲爱的天父上帝，阮将3月份生日的这兄弟姊妹交伫你的手中。阮真感谢你，因为你的拣选，因为你的救恩，因会当成做你天国的内底的这个囝儿。阮伫遮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甲因祝福。愿因一世人拢有你的平安、甲喜乐、甲因三甲地地，直到永远。咱同心合意的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咱即声同齐甲因祝福讲，祝你生日快乐！即时要介绍大家，请张正杰来到。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日，阮真感谢有福的牧师来到阮的中间，带来遮美好的信息。咱即声用歌声对伊感谢。好，以上报告。谢谢。宋荣，100后一首。当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永远的听从，圣神的相通，甲咱做伙伫地，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
各位兄弟大家平安吼，咱的培灵会咱15分钟以后咱就要开始吼，所以咱休困一下吼，咱就马上要开始。咱为大家准备便当有牧师要帮咱做培灵会吼。